第21天，尋找就必尋見。路加福音11章9至13節。我又告訴你們，你們祈求就給你們，尋找就尋見，叩門就給你們開門。因為所有祈求的就得着，尋找的就尋見，叩門的就給他開門。你們中間作父親的，哪有兒子求魚，反拿蛇當作魚給他呢？或求雞蛋，反給他蠍子呢？你們雖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把好東西給自己的兒女，何況天父豈不更把聖靈賜給求他的人嗎？神啊，喺迷途、懷疑、孤單中，懇求你讓我尋到你。我心願可以回轉到你，我嘅父親面前，將我嘅需要、我嘅虧欠、我嘅軟弱放喺你嘅跟前。阿門。